他把情绪收好，不想再添麻烦，连痛都变得小心翼翼。如果不再反抗，是不是就会停？但沉默没有换来任何公平。这世界要的不是答案，只是替罪的对象。当风向决定方向，心就无处安放。他望向远方，什么都没说，那不是放弃，是撑到最后。若正义真的存在，为何如此遥远？每一次呼喊的回声都被黑夜吞咽。最后一种温柔是不再解释，把真实交给时间自己承受。他不再解释什么，只学会低头前行。时间忙着自我安慰，假装这只是噪音。如果还有人记得，那并非错误，请替他留下最后一点温度。故事没有结案，只是停止书写，而那些被留下的信，仍在无声流血。